買菜呢件事，我相信大家都有過這樣嘅煩惱。走進超市看到那些標着有機蔬菜嘅貨架，價格動輒貴上1、2倍，心裏就開始猶豫。買吧錢包受不了不買吧，又擔心那些普通蔬菜打了太多農藥，吃進肚子裏不安全。尤其是家裏有小孩或者老人嘅這種糾結更加明顯。其實我自己也經歷過這個階段。幾年前我開始在家裏種菜，最初只是隨手在陽台上擺了幾個花盆，抱着試試看嘅心態。沒想到種着就發現了一個讓我大開眼界嘅規律。有些蔬菜真的完全不需要你操心，不用噴農藥，不用特別施肥，甚至偶爾忘了澆水也照樣長得生機勃勃。害蟲還沒嚟得及安營紮寨，這些菜就已經可以收成了。我把這個發現跟身邊的朋友分享，他們起初都將信將疑，後來自己試過之後，一個個都驚訝地說，原來種菜可以這麼省事。今天這部影片，我就想認認真真跟大家聊聊這4種蔬菜，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品種，全都是咱們日常餐桌上常見的那些。他們之所以不需要打農藥，背後都有一定的科學道理，我會一一解釋給大家聽。如果你家裏有陽台、天台或者院子看完這部影片，我建議你馬上就可以行動起來，就算只是幾個花盆，也足夠讓你設上自己已種嘅乾淨蔬菜了。我們先從第4種開始說，第4種是番薯葉，也就是地瓜葉。可能有些朋友第一反應會覺得，這個野生蔬菜在香港嘅菜市場，番薯葉其實越來越常見，而且價格也不便宜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番薯葉其實是出了名嘅好種難死。番薯這種植物本身就是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嘅原生物種，天生對高溫、乾旱、貧瘠土壤嘅耐受能力極強。它嘅葉片表面有一層輕微嘅蠟質，這層蠟質對很多小型軟體害蟲嚟說，其實是一道屏障。蚜蟲、粉虱這些慣用嘅刺級式害蟲咬起嚟沒那麼順口，自然就不太愛找番薯葉嘅麻煩。更重要嘅是，番薯葉嘅生長速度非常快。在氣溫適合的季節裏，你今天摘了一把，過幾天又會冒出新芽，害蟲還沒來得及大量繁殖，菜葉已經重新長滿了。種番薯葉也極其簡單，隨便找一段番薯藤剪下來，插進土裏，澆點水，放在有陽光嘅地方，基本上就不用怎麼管了。香港氣候溫暖濕潤，番薯藤幾乎1年4季都可以生長，夏天長得尤其旺盛，土壤肥不肥也冇所謂，它對土質的要求極低，普通嘅花盆土就足夠了。很多老一輩嘅香港人對番薯葉其實不陌生，以前物資不豐富嘅年代，番薯葉是窮人家常吃嘅蔬菜。現在反而因為可以營養豐富，含有豐富嘅花青素、維生素 A 和膳食纖維，在健康飲食圈子裏重新被重視起來。用蒜蓉大火炒一炒或者滾湯，味道清甜，完全沒有任何農藥嘅顧慮，因為根本就不需要用。接下來說第3種空心菜，也叫通菜。這個應該是香港人最熟悉嘅夏季蔬菜之一啦。每年夏天街市裏的通菜價格往往是所有綠葉菜裏面最親民嘅原因，就在於它真係太好種、太高產啦。空心菜喜歡高溫多濕嘅環境，這跟香港嘅氣候簡直是完美匹配。它的生長速度之快，在蔬菜界裏是出了名嘅。快嘅時候20-30天就可以收成，而且剪葉之後還會繼續發新芽。一株空心菜可以反覆收割好幾次。正是因為生長週期短、更新速度快，害蟲要想在空心菜上站穩腳跟，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。等它未開始大量繁殖，菜早就已經到了你的窩裏。當然，空心菜有一部是完全沒有天敵，斜紋夜蛾嘅幼蟲，也就是俗稱嘅吊白蟲，有時候會出現。但這種蟲害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喜歡夜間活動，而且蟲口密度不大嘅時候，對整體產量嘅影響其實有限。更關鍵嘅是，空心菜嘅再生能力極強。就算某幾片葉子被咬了，只要把呢幾根莖剪掉，過幾天新嘅嫩芽又會冒出嚟。很多有經驗嘅種菜人都告訴我，種空心菜根本唔需要噴藥，你只需要勤快一點，定期檢查，發現有蟲就手動摘除，完全可以應付。空心菜嘅種植方法又非常簡便，直接買一把市場上嘅空心菜，不要完全摘葉，留着莖插進土裏或者直接撒種子都可以。水要澆足，因為空心菜起水。香港夏天雨水充足嘅時候，放在戶外幾乎完全不用額外澆水。陽台嗰種嘅話，記得保證充足嘅光照，它喜歡陽光直射。說到字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對你有用，不妨先點個讚支持一下，這樣下次有類似嘅內容，系統又會優先推薦給你。說完了通菜，咱們來聊第2種韭菜。韭菜這個話題，我自己是有非常深刻的親身體驗的。當年我在陽台上種的第一批菜裏就有韭菜。當時也是半信半疑，因為印象中總聽人說蔬菜難免有農藥殘留，但韭菜種下去之後，我幾乎什麼都沒做，它就自己一茬一茬地長出嚟啦。
真的讓我刮目相看。韭菜乜需要農藥，即背後有一個很重要嘅原因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。韭菜本身含有一種天然嘅揮發性硫化物，也就是我們聞到嘅呢股特殊氣味嘅來源。這種氣味對很多害蟲來說，其實是一種天然驅避劑，蚜蟲、菜粉蝶之類嘅害蟲。通常不喜歡韭菜嘅氣味會主動避開，這也是為什麼在傳統農業中，韭菜有時候會被種在其他蔬菜旁邊，起到驅蟲嘅作用。除了驅蟲這個特性，韭菜還有一個讓菜農非常喜歡的特點，就是它是多年生植物種，一次可以收割很多年。每次割完之後，只要保留根部，過一段時間又會重新長出新葉。在香港嘅氣候條件下，韭菜一年可以收割多次，真正做到了一勞永逸。而且韭菜對土壤和肥料的要求也不高，適當加一些有機肥，它就能長得非常茂盛。不少朋友跟我反映，他們以前買的韭菜有時候吃起來有一股怪味或者洗不乾淨嘅感覺，就是因為農藥殘留嘅關係。自己種的韭菜割下來，用清水沖洗一下就可以直接下鍋，完全不用擔心。炒蛋、做餃子、餡、煮湯，用途非常廣泛，也很受家裏老人和孩子歡迎。如果你家裏只有一個小花盆，我會優先推薦你種韭菜，因為它真的是最省心、最高回報嘅選擇之一。買一小把韭菜根，種進花盆裏，放到有陽光嘅窗台，定期澆水，基本上就可以頂謝收割了。好，現在來到今天的第一種，也是我個人認為最值得向所有人推薦的蔥，也就是大家常說的蔥。蔥在香港人的廚房裏可以說是缺一不可的存在，無論是烹飪還是擺盤，蔥花、蔥段、蔥白用處極多。但你有冇想過，你每次買蔥其實都係在花冤枉錢？蔥係一種生命力極其頑強嘅植物，它的根係再生能力非常驚人。你下次買蔥回來，不要把蔥根扔掉，把大根嘅呢段大約3-4厘米長，插進裝了一點水嘅杯子裏，放在窗台有陽光嘅地方。不出一個星期，你就會看到新嘅蔥葉開始從中間長出嚟啦。這個方法需要任何土壤，連花盆都省啦，完全零成本。如果你想讓蔥長得更旺，就把它種進土裏，效果會更好，而且可以反覆收割非常多次。蔥勿需要打農藥，原因跟韭菜有幾分相似，都是因為它含有大量嘅硫化物和揮發性物質，這些成分對多種害蟲和病菌都有天然嘅抑制和驅避作用。事實上，蔥嘅這個特性在農業上早就有應用，很多菜農會在田間地頭種上幾排蔥，用嚟減少周邊蔬菜嘅蟲害，幾乎不需要任何保護。蔥嘅生長速度也非常快，尤其是在溫暖嘅季節裏，香港嘅春夏秋三季都非常適合蔥嘅生長。就算是冬天放在室內嘅窗台上，也照樣可以慢慢生長。我自己家裏長期保持這一排蔥，廚房需要用蔥嘅時候直接剪幾根，方便程度完全不輸於隨時去街市買，而且自己種的蔥香味更加濃郁。這一點是買回來的蔥很難比得上的。有朋友曾經問我，嗰種蔥需唔需要特別施肥？我哋經驗是，如果只是家庭日常使用，完全不需要額外施肥，普通嘅花盆土就已經足夠。如果你希望蔥長得更快更粗，可以偶爾澆一點淘米水，這是天然嘅有機肥料，完全無害，而且效果不錯。說到這裏，可能有朋友會問，為什麼這4種蔬菜偏偏就不需要農藥？是不是有什麼特別之處？其實背後是有規律可循嘅。這4種蔬菜有幾個共同特點：第一，生長速度快或者再生能力強，無論是空心菜嘅高速生長，還是韭菜蔥嘅反覆萌發，都讓害蟲沒有足夠嘅時間完成大規模繁殖和危害。第二，它們本身含有一定嘅天然驅蟲或者益菌成分，不管是韭菜和蔥嘅硫化物，還是番薯葉表面嘅蠟質，都在無形中為植物自己建立了一道防線。第三，這4種蔬菜對種植環境嘅要求比較低，不需要大量氮肥催生，因為過量使用氮肥往往會導致植物組織變亂變軟，反而更容易吸引害蟲，尤其是蚜蟲這類喜歡亂葉嘅害蟲。反觀那些特別容易生蟲嘅蔬菜，比如花椰菜、白菜、椰菜這些涉枝花科嘅蔬菜，它們之所以需要大量農藥，一方面是因為菜粉蝶、小菜蛾等專門吃這類植物嘅害蟲數量極其龐大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商業種植為了追求產量，往往大量施用氮肥，讓菜葉更加鮮嫩，佢也同時成為害蟲嘅最愛。所以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這類蔬菜農藥殘留的風險相對是比較高的。這也是為什麼我建議大家，如果真的想買有機蔬菜，買花椰菜、白菜這些更有意義。反正蔥、韭菜這些自己種更省錢，也更放心。說到省錢，我嚟幫大家算一筆賬。以蔥為例，在香港街市一把蔥大概要幾塊到10幾塊港幣不等，而且蔥用起嚟很快，很多家庭一個星期就有買好幾次。
如果自己在家裏保持一排蔥持續生長，1年下來省下來嘅錢可能比你預想嘅要多得多，更不用說你一標榜有機嘅蔥，價格往往是普通蔥嘅2-3倍。韭菜也是同樣嘅道理，種一起用幾年，這個賬一算真的是非常划算。當然我也想說幾句實話，種菜這件事並不是完全沒有挑戰，有幾個常見嘅問題，我建議大家提前了解，這樣實際種嘅時候就不會手忙腳亂。首先是澆水嘅問題。空心菜起水要保持土壤濕潤，但韭菜和蔥就不一樣，它們怕積水，如果花盆裏的排水不好，根部長期泡在水裏很容易爛根。所以種韭菜和蔥要選擇有排水孔嘅花盆，澆水要見乾見濕，不要過量。其次光照，這4種蔬菜都喜歡陽光，每天最好能有4到6個小時嘅直射陽光。香港很多家庭嘅陽台光照其實係不錯，但如果你家是背光嘅陽台，就需要想辦法換個位置或者使用植物補光燈輔助。還有就係土壤和容器嘅選擇，不需要買特別貴嘅營養土，普通嘅花盆培養土就可以。容器方面，舊的米桶、泡麵桶、飲料瓶，只要底部打幾個孔都可以拿來用，完全不需要花額外嘅錢買專門嘅種菜工具。最後想跟大家說一個我自己種菜過程中印象最深嘅一件事。有一次我剛剪完一批韭菜，鄰居過嚟串門，看到陽台上綠油油的一片，第一句話就是問我：這是買有機的嗎？好靚啊！我說不是，是自己種的。他整個人都驚呆了，說這看起來比街市買的還要新鮮。那一刻我心裏是真的很有滿足感的。種菜這件事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可能還是覺得麻煩，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條件，但其實門檻真的沒有想象中高。從今天這部影片介紹嘅這4種蔬菜開始，隨便選一種試試，你會發現這件事比買菜還要簡單。如果今天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，麻煩你幫忙點個讚，讓更多有同樣煩惱的朋友能看到這部影片，也歡迎把這部影片轉發給家裏的人一起看。種菜這件事真的不是只有農村背景的人才能做，城市裏的普通家庭只要有一個陽台，甚至只有一個窗台就已經足